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2月2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8篇，耶利米书31章15节到17节，马太福音第2章13到18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归回。伫马太福音的记载，咱看见耶稣基督伊降生了后，无偌久的时间，就因为希律王的追杀希律王为着要掠讲倒一个新生王毋是阮兜的人安尼伊就来拢总杀所以需要逃亡。圣神嘛，借着即个启示，甲约瑟讲，着爱带着玛利亚甲婴仔耶稣来离开去到伫埃及来避难所以当时希律将所有的2岁以下的囡仔拢总来杀死。这是一个悲剧，咱拢无爱看见的一项代志。但是对伫极权的统治来讲，这个是咱来讲实际会发生的代志。特别是伫极权的政治体制内底，伫历史的中间这是事实在发生的代志，包括现代可能也是咱所无愿意看到，也是讲去拄到的。但是事实上，确实发生，也是讲不断发生伫咱的生活的中间，也是咱周边。亲像最近伫今年内底，中共的武汉肺炎的疫情安尼来探开。亲像最近有40几个国家禁止美国的即个航空器来进入因的国家的境内。日本也拄好宣布即个咱咧讲的锁国啦就是讲因禁止外国人进入因的国家。即个禁令一直到1月底为止安尼南加州以及大多数的加州的所在有超过一半以上即个 ICU即个 capacity 已经满北加州算是较无严重的嘛已经剩无到20%所以咱看见这个困境对咱来讲嘛是好亲像伫极权统治时代迄种的逼迫甲苦难今仔日的经文，咱也看见圣神启示约瑟，当伊会讲危机已经过去会通带耶稣来归回。归回伫圣经的中间有无共款的全面的意思伫实际上来讲，咱会当看到第2章的归回啦亲像今仔日的经文，咱看见耶稣基督对埃及归回到犹太地或者是讲伫较古早伫旧约的时代，受掠以色列人会当对巴比伦来归回，倒转来伫犹太地。也是更较远的时代，咱看见出埃及整个的记载，基本上出埃及嘛是一种归回的概念，就是以色列人虽然伫埃及已经真久430冬的时间，而且因对迦南地上帝所应允的所在已经无有啥物印象可能对因来讲，这个所在只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但是事实上，这是上帝对因的应允甲恩典，对因来讲是一种的归回伫信仰上归回会通讲是重新甲上帝建立一个四正合宜的关系。耶稣基督降生是要对犹太人的传统的中间来将这个选民以色列带出因的文化的限制。亲像保罗时常提起讲，头起先是希伯来人，然后是希尼利人因此耶稣基督的归回是一种
甲上帝建立关系、重新建立关系的一种的开始，先对选民开始，然后到外邦。为什么讲外邦？就是讲，若照创世纪的创造的概念，外邦其实是离开上帝真久的遮的人啦吼。所以接受救恩会通讲是一种归回的概念。归回其实有当时毋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甚至有诶时阵需要真长的时间，亲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用40冬，或者是讲以色列的历史中间，因捌国家灭亡有2000年久的时间，即种的历史。其实归回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讲是一种恩典，是上帝所赏赐的，是上帝应允的实践。是上帝的时间满，时机已经到。好啦，像咱伫昨昏下主日的讲道中间所讲的，上帝的时间满，时间是上帝咧定。咱即个时间满，上帝就差遣伊的囝来对负责人来出世吼，然后成做世间人的基督，互人会通归回，甲伊重新建立迄个合一的关系。也是讲合宜的关系，亲像耶利米书31章所记载，上帝时间也到啊，要互受掠的人得到归回，得到讨放，得到救恩。所以上帝讨放以色列人，互因会当对强国的手中得到拯救。相反呢？今仔日咱所咧面对的这个中共武汉肺炎这个疫情来讲，对咱来讲，这是一个强国，也是讲强敌，是咱无法度面对、无法度抵抗的代志。所以，当咱面对这个疫情的时阵，这个困境就是咧提醒咱，爱倒转来甲上帝迄个建立迄种归回和合宜，也是讲来学习搁一摆来倚靠上帝。甲上帝建立迄个是诚好的关系，咱也期待伫经过即阵的疫情的困扰，期待上帝的时间若满，伊搁一摆将伊的救恩施落伫咱的中间，互咱得到讨放，脱离即个疫情的搅扰。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12月2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8篇耶利米书31章15到17节，马太福音第2章第13到18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归回。耶稣基督他降生之后不多久，这个是记载在福音书，在马太福音哈。那就因为呢希律王的追杀，还有通杀哈，他把所有的婴儿哈，因为这样的情况，所以他需要逃亡。圣灵透过启示跟约瑟来讲。然后带着玛利亚还有婴孩耶稣去逃往埃及去避难。我们也看到圣经的记载，希律王他将当时候2岁以下的男童通通杀死了。这是一个悲剧，是集权统治之下的悲剧，虽然是我们所不乐见的，但却实际发生在我们的周遭，我们的历史。这样的困苦其实是我们不喜欢见到，但却实际的发生当中。比如说几年前那个 IS 的组织那比如说中共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的蔓延，目前已经有40多个国家禁止呢英国的航空器入境。日本也刚刚宣布锁国，就是说他们禁止所有的这个外国人进入日本境内。这个禁令呢一直要到1月底
我们所居住的南加州，以及大部分的加州的境内呢，有超过一半以上的 ICU intensive care unit 都，或是我们说的那个 COVID unit，这个都已经爆满。北加州比较轻微，也这个 ICU 也大概剩不到20%了哈。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透过圣灵的启示，告诉约瑟说，这个耶稣被杀的危机已经过去了，所以约瑟可以带着耶稣归回到犹太地啊，那是在埃及，然后归回到犹太地。其实归回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层面的不同的意思。就实际意义上面来看，其实我们就从地理上来说，就是说就流浪逃亡被抓到离开了犹太地到外面去的这个情况。那从外面的地方归回到犹太地，这是地理上面的归回比如说我们说今天的经文所记载的马太福音第2章耶稣基督从埃及被启示要归回犹太地这样的故事。另外呢，我们可以说这个从以色列人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被掳，从巴比伦的归回，这是一种地理上的归回。或是我们从时代更久远的，像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虽然以色列人已经在埃及居住了430年，或许他们对迦南地已经没有什么印象或是说迦南地好像只是一种传说而已甚至连上帝他们都不认识了那实际上就从整个救恩史来看，它就是一种归回因为虽然他们在那边居住430年，可是他们是从这个地方上帝的应许之地出去的。在信仰上归回也是可以说是跟上帝呢重新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一种说法。耶稣基督降生是要从犹太的传统里面来降生然后将选民以色列人能够带出他们文化上面的这个限制，我们说前置那就如同保罗经常提及的，这个福音是先是希伯来人，后来是希利尼人，意思就是说从选民开始，然后到外邦都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归回释放。耶稣基督的归回是一种跟上帝重建关系的开始。我想人也是一样，从选民开始一直到外邦。所谓的外邦呢，牧师要特别来说明，就是说根据创造论的一个看法，外邦其实是已经离开上帝很久的人，所以对他们来说，接受救恩就是一种归回接受救恩就是归回的这样的概念，也告诉我们归回其实是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比如说有时候需要很久的时间，像出埃及花了40年那以色列曾经亡国2000年这样的历史，这些外邦离开了上帝的时间也更久远归回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一个上帝的恩典，是上帝所赐予的，是上帝的应许之实现，是上帝的时间满了。像我们昨天在主日的讲道信息里面来讲到的，当上帝的时间满了之后，他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成为世人的基督，我们说弥赛亚使人归回，与他建立一个合一合宜的关系。如同耶利米书31章所记载的，上帝的时间已经到了要使被掳的人得以归回，得到释放，得到救恩。上帝释放了以色列人，使他们从强国的手中得到拯救。相同的，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武汉肺炎这个疫情是我们的强敌，是强国哈，是我们无法面对、无法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抵抗的。那么如今这样的疫情、这样的困境，就提醒了我们要归回跟上帝建立良好的关系，来依靠上帝，期待上帝的时间满了，上帝的救恩再一次的临到我们，使我们得释放，脱离这个强国的手里。